请问一下上师，就是我们在修法，还有一些法事啊，像开光啊，这个过程中都会高僧大德念叨缘起咒。这个缘起咒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个问题呢，就是要说的简单一点来说的话，我们首先要从缘起的理解。如果先知道缘起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就是先了解缘起，再就是知道是缘起咒是一种非常殊胜的。其实缘起这两个字呢，整个佛法里面，整个佛法的见底呢，就是最终我们要悟真悟的时候，我们要悟什么呢？就是要悟缘起。可以这么说的。那缘起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我们这个一切都是缘起，缘起法。那个时候我们的佛法里面的这个从世俗谛的一切的这种因果关系、因果业力、因果不续的这个真理也是缘起。但是这些先行层面的一切的缘起，最后它是本性空性的，离不开空性，所以空性也是缘起。所以对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缘起是什么呢？就是下雨了，然后就是从地里面就是长出了很多那些花啊、草啊等等，那些因果都是缘起。从真悟者来讲的话呢，一切都是一种智慧的妙用，智慧都是缘起。所以其实总的来讲的话呢，苦集灭道，释迦牟尼佛的所有的教法呢，就离不开缘起。缘起这两个字里面包含了整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OK， 所以其实是非常殊胜的。所以那为什么叫缘起咒呢？这种咒这个说法呢，它就像一个密码一样，它就像那种咒语呢，它本身就是持诵这个内容，然后能够让你获得很多的祝福，断除业障，获得成就，有各种各样的殊胜的功德，叫做咒语。所以缘起为什么那个缘起颂，其实它是一个藏文的和梵文里面，它本身是一个偈颂的概念。所以我们念的嗡耶达玛耶的巴拉巴拉，只是前面加了一个嗡，后面有一个说哈，这是一种整个这个咒语通用的一个咒语本身的一个模式，可以这么说。但是这个里面的耶达玛耶的巴拉巴拉等的看达当嘎达还要我的看在我那罗的嗡巴的玛下面的一说哈，那个里面是一种偈颂。这个偈颂不是佛陀亲口说的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法。他这个法里面也达玛，一开始那个达玛就是法，佛法的法。达玛，你看当文的，如果中文翻译的话，它的一开头嗡耶达玛，那个达玛就是法的意思。它这个法不是佛法的法，是一切诸法，万事万物的意思。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它的因缘。这些因缘都有两种因缘，不好的因缘产生轮回，好的因缘产生涅槃。所以从佛陀呢，就是从一个因缘的分析来完全这个角度去分析一切的这个轮回和涅槃的概念。所以呢，就是这个里面也包含了整个的苦集灭道的四圣谛啊。所以它这个内容本身是整个佛法的精华。84000个法都包含在这个里面，可以这么说。从这个缘起咒延伸出来的，延伸出来就是84000个法。因为每个人不一定有能力一念缘起咒能够明白它的这个里面的整个的内容，所以就是我们佛陀用各种方式来再次重新解释这个缘起咒。所以缘起咒为什么那么殊胜？非常殊胜。对，然后它有一个称号叫法身舍利子。
法身势力，势力 ，OK， 我们讲的势力是很殊胜，对吧？佛陀势力，但是佛陀势力有3种势力啊，肉体的势力和精神的势力。肉体的势力是我们经常有时候去这个一些寺院呢，那边就大家说这是佛陀的势力，就是那种势力。精神的佛陀的内在智慧的势力，就是元气咒，就是法身力，这叫做法身势力。躯体上势力。所以而且它是一种元气嘛，就有时候像元气的概念有点像风水一样。中国传统来讲 ，OK。所以它是不好的因缘，用另一种方式可以改变。因为它是元气性空啊，它不是绝对不能改变的一个东西。它是元气性空，性空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我们的智慧，各种方法可以改变它的元气的这个结果。所以呢，有一些地方呢，有一些我们要开光的时候、洒净的时候，有一些今天，比如说今天日子不是很好，你要出差或者做事情，你也可以念元气咒，就是作为顺缘的开启。对，作为顺缘的开启，所以就是会这个清除这个不好的障碍的那种不好的，所以元气咒是时时刻刻都可以念。这个开光可以吗？这个开光当然可以，这个开光呢就是用元气咒，还有不是密宗佛教请的来着，寺庙里面。我们这个是庙里的，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后面是欧玛的版本后嘛，藏明寺庙那里请的。对，所以这些这都里面有一本经书，对，这就是感悟。可以打开，对，里面有个经书。我可以这边打开吗？对，它就是对，里面是一种金属，它是一种咒轮，它叫咒轮。对，这种咒轮和一般的这种报身符不太一样，它是比较完全是属于这种像佛像金属这样的概念啊，所以呢，它需要开光。那它开光这个经常叫做嘎物嘛，藏文，嘎物就是佛龛，也是这样小佛龛的啊。所以这个嘎物里面经常有舍利子啊，一些高僧大德给的一些甘露丸啊、小佛像啊，什么都可以放。所以这上个次请的那个甘露丸，马上就吃掉了。可以啊，可以啊，没关系。马上就拿下来，就是那天，就是院长帮我们。是，但是主要是这个在东海酒家。对，今天我们就是主要谈的是元气咒嘛。那元气咒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元气咒的一些咒轮带在身上，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就是也能起到转运的作用。对，转运的作用。对，还有一个呢，我们悟家心修那个大圆满前行的时候，有一个叫瑜伽池，瑜伽池里面就是必须要念那个元气咒，是吧？还有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每次经常修法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个我们的比如说会功的这个仪轨，都要念。你看这个莲师心咒念完之后要念阿里字母珠咒、音母咒，接下来就是念元气咒。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修法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不具备的。所谓的不具备，就是你念的没有怎么说很完整啊，落掉了什么啊，收音关系啊，各个方面可能有一些不熟悉的或者一些不圆满的地方，元气咒可以弥补一切的咒来纠正，所以它是很完整的一个咒语啊。所以这个元气咒今天玩的也特别好。我这些念经总是念的不专业的，是，所以字母咒就纠正你的发音，然后是百字明咒可以忏悔，对，然后就是元气咒就可以有这个元气可以转运。转运，而且你无论如何你元气咒就像如来的手掌一样，我们生活光里面 OK， 你所有念的东西真正的里面的内容是，就是不会离开那个元气咒的意义。所以呢，你其他的不没有很圆满，也透过元气咒就圆满了。性空都圆满。是这因为我样。们这一次念的书里面，元起咒这个有吗？有有一小段哈。对。
是经常有，经常的大部分都有。那就多练练哈，就是用来开光的专门。不是专门开光的，OK。元气粥我们随时我刚刚一直你讲了嘛，所以就是随时随地念，而且它是仙宗密宗没有分别，所以就是就算你没有口传也可以念。哦，它整个的就是这个都可以改运的。对，所以像是可以慢一点的念一遍的。可以啊。那我可以给你们口传的，如果有人没有这个口传的话，我就改开始。耶达玛，耶度，巴巴瓦，耶顿的，看，达当嘎多，阿亚瓦的，耶看，再有，尼罗达，耶文巴的，玛哈，夏玛奈，梭哈。哎呀，所以还有一个，我们这个，比如说修四圣法或下士的言供的时候，这个言供本身就是一种采布施，类似采布施的概念，反正就是给他这种实的那些概念。最后有一个法布施，法布施的一个这个我们那些上次我们经常念的那个这个猪年的这个仪轨里面就有，法布施里面就是我们就是观想为所有的这些天龙护法也好，元气在主也好，六道众生观想为我们的前面，我们给他什么样的一个法布施呢？就是念我们一单嘛，一个八八八一等的，看到大概都还要我的那个在我那儿的要我的嘛，像那里说，还有藏文版有一个是藏文版的。就能他就种地区的形象背诵，就那个把可以把这种情况给诵，这就是藏文版一个翻译成藏文的一个意义的一个元气咒。所以我们经常就是，所以对，如果你其实我现在，如果你去到一个比较，我们现在说的就比较阴气，比较重的地方，气场不好的地方，或甚至就是你觉得那边是有闹鬼啊那种，那你念的元气咒，心平气和的发慈悲心，元气咒，那对他们有非常大的帮助，能超度到他们，而且不会伤害到他们，又保护到自己。我就是因为真的这个信了佛。对，所以四圣法里面也要念元气咒。我们修四圣法的时候也要念元气咒。睡不了了，这个廣東話佢有嘢雜住我。後來我練了經之後就改變了，所以我去到哪裡都帶着這些，我就怕那些東西來騷擾我。那今天也開光了，謝謝你們的提問。謝謝。